好，我是丁晨。我现在居住在比利巴奥，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然后今天是Santo Tomás，这里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的起源是来源于当地的很多农民，当初他们每年会到这里来交地租，然后顺便他们就把自己的农产品，包括养的牲畜啊什么带来这里售卖。然后逐渐的这个节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型节日。然后我现在身上的一身就是他们当地非常典型的小姑娘穿的一个节日的服装，叫阿朗查雷，就是当地渔民所穿的服装。那么现在大家就跟我一起去Santo Tomás来看一下吧。那我们现在就去摊位上去转一转吧。我们可以看到有南瓜、有土豆、有新鲜的西红柿啊，或者辣椒啊，还洋蓟。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集市当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这里都会能看到这种家禽和动物。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白色的超大的就是火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活的火鸡。然后那边有那个很大的公鸡，然后在那边有很可爱的小白兔。然后这里通常小孩子都会来，因为都是很可爱的动物。刚刚我们有幸遇见了比尔巴鄂的市长，然后他向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那个Santo Tomás，这是一个当地非常出名节日，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同时也给中国的广大同胞们送去他的问候。比尔巴鄂欢迎大家。Un saludo a todos los compatriotas chinos, Colombia, un gran país. 那我现在是和在打击查拉巴的乐手在一起，然后他们现在教我怎么打击，我们一起来学一下。Sí. Bueno, pues me puedes enseñar. Sí, bueno, estos son así, hay que hacer 2 golpes y se toca así, mira, prueba. Así. Toca. Correcto, muy bien. Ahora aquí. ¿Pero cuál es el ritmo? Pues así, exactamente. Digo, claro,那我现在很有幸，就是找到了几位穿着非常传统服饰的几位女士，然后她们就是穿当地非常特色巴斯克的服装，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里面就是以白色的衬衫为主，然后外面再加上外套，然后这个外套叫该服，这个外套就是御寒用，因为像我们在12月嘛，12月会比较寒冷，然后大家还会戴上这个很传统的围巾，然后这个是那个他们大家都有的，就是皮带，就所谓的腰带的话，就是在一些传统的，比如说Puerto，就是在那港口地方，比如说像Leguedio啊、Santurce是绿色的，但是在他们比如说在Santurce啊或者在比包这块地方就是会是红色的，然后大家下面还会穿这种很传统的鞋子，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就是 Solari， 就是那个这里一个当地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运动项目，就是砍树木，然后它叫Sabi，然后它就是说这个运动的来源就是以前有很多农业的工作要做，要砍树啊、劈柴啊、生火，然后这个以前很传统的这一个农作的一个活动，然后现在当今就变成了一个很著名，每一年都会要在这种大型节日里面进行的竞技比赛，就是比谁砍树或砍木桩会砍的速度比较快。Let's go， 谢谢。好了，我们现在在Santo Tomás逛了大半天，大家也一定看到了，节目真是丰富多彩、精彩纷呈。我今天而且还学了查拉巴达，然后也遇到了在那个他们这里的新广场叫Plaza Nueva，遇见了几个和我穿着一模一样的这种
女士，这种传统服装的女士。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当地农民他们带来的农产品新鲜哦。然后最后呢，很重要的就是很巧的是，当我们在看到那些有动物啊、火鸡啊或者小兔子的那个地方，我们居然碰巧撞见了当地比包的市长伊翁阿雷索。然后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真是我们前去就只是碰巧问一下他可不可以和我们合一张影，没想到他就非常亲切的来和我打招呼，并且向所有的中国同胞问好，真的是我觉得今天是惊喜多多。好了，然后今天最重要的在Santo Tomás就是要吃好、玩好、喝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去吃达喽，喝巧克力。好，跟我一起走吧。这个是巧克力，所以要吃好喝好。那先介绍一下巧克力，就是巴斯克地区很著名的白葡萄酒，这里特别是著名巧克力。然后达罗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外面包的那层饼是玉米粉做的玉米饼，然后里面就是很著名的巧克力，所以也就是猪的腊肠。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喝一口巧克力，看怎么样？有果香的白葡萄酒味，入口爽滑，非常不错。那我们先来尝一下达罗，我得把杯子先放下来。好，把它卷起来，好香哦！啊。好了，这就是今天我在Santo Tomás的一天，大家能够看到活动真的很丰富多彩哦。所以说我现在要继续去狂欢啦，但是摄像机就不要跟着我来了。然后祝大家在Santo Tomás过得愉快，也欢迎大家来到比包，这真的是一个超级美丽、超级活泼、超级可爱的城市哦。拜拜。Sí. Vale. 好吃啊！ Rico.